主后2024年6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当分量的推荐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第5章第10节。既然咱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，上帝的囝耶稣，伊已经上天到上帝的面前，咱就坚守所宣认的信仰。咱这位大祭司，毋是袂体贴咱的软弱，伊伫逐方面拢亲像咱有受试探，不过无犯罪。所以，咱就好胆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，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，做咱需要的时的帮赞。逐个大祭司拢是对人的中间拣出来，受指派替人服侍上帝，为着因的罪献礼物甲祭品。大祭司因为伊本身伫逐方面拢软弱，所以当体贴无知甲失迷的人。因为安尼，伊有义务为着人民，嘛为着家己的罪献祭。无人家己得到大祭司这个尊贵的职分，只有亲像阿伦，互上帝选召的，才会得到。相款，基督嘛毋是家己争取大祭司的荣耀，反倒是上帝对伊讲：“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”伫别位，伊嘛有讲：“照麦基洗德的班次，你永远做祭司。”耶稣在世的时，捌大声吼叫，搁流目屎，向迄位会救伊脱离死亡的上帝祈祷恳求，因为伊会虔诚，上帝有听伊的祈求。虽然伊是上帝的囝，抑阁有对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。既然上帝互伊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伊就诚做所有顺服伊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互上帝指派伊照麦基洗德的班次做大祭司。当分量的推荐。今年1月13日，台湾举行第16任总统、副总统和第11届立法委员选举。不管是发出唯一的选择，美德赢台湾人民有何康的各组总统、副总统候选人，也是大家立委候选人，拢伫选举公报上列因的政见，希望选民照着了解因的施政蓝图，投下宝贵的一票，互这个政见未来会当落实。面对无同的政治立场，真侪人也公开表明态度，不管是利用社群媒体发布，还是个人传达分享，拢希望家己的想法会当引起共鸣，得到支持。因为安尼，伫选举过程中，通看到真侪人，就亲像助选员，伫社群媒体分享因对选举的看法，也是去所支持的候选人的留言下面赐赞，甚至转达分享。人安尼做，无毋是希望家己支持的候选人会当当选，来替家己完成相款的理念。拄亲像德国政治学者伊莎白诺埃尔诺伊曼伊提出的定密螺旋理论，当个人发现伊的意志受注意，就会更加大胆分享；当个人的意见处于劣势，就会屈服转向定密，也是附和。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亲像上帝国的助选员，当分量推荐耶稣，
以详细介绍耶稣的身份、作为和特质，互对信仰犹豫不定、拄在思考未来的人，伫信仰上有所依据。作者指出，只有耶稣基督是照未记洗涤，一系永远做祭司，伊到上帝面前是为着众人的罪献礼物甲祭品。这位大祭司受上帝亲自差派到世间，替人民侍奉上帝。以外，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虽然是上帝的囝儿，不过伊就亲像众人同款，要经历试探、软弱、流目屎和苦难。尽管安尼，耶稣却无为家己争取尊贵的地位，反倒对伊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。因为安尼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，既然上帝予伊达到完全的地步，伊就诚做所有顺服伊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作者无希望每一个阅读这段话的人，拢会当了解，伫这个世间，只有借着耶稣基督，才会当来到上帝面前，亲近伊、敬拜伊，享受永远得救的福乐。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，差不多每2年就会进行一次的选举。选举期间，世界拢看会到抢救、拜托的机仔，也是听到宣传车大声咧疾呼候选人这的口号，拢是希望提高人对家己的支持。总是耶稣基督伫上帝面前的拜托，却毋是为着家己，是要抢救每一个受伤的灵魂，互人伫上帝安慰中得到平安。愿将耶稣基督上帝囝儿生命的救主，同分量推荐互所有还毋捌伊的人。默想伫生活中，耶稣是我的选择是无？我愿意诚做耶稣的门徒，学习伊的生命样式，行上服侍的道路无？伫生活中，耶稣是我的选择是无？我愿意诚做耶稣的门徒，学习伊的生命样式，行上服侍的道路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进入我的性命，引带我行主耶稣的道路，学习主的谦卑顺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